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集酒店開箱會同大家介紹檳城嘅 Jan Penang Georgetown。呢間係香格里拉集團旗下嘅酒店，位置好方便，隔離就係 First Avenue 商場同埋 The Top。行去後面街有巴士站，可以搭檳城嘅免費巴士去到碼頭同埋唔同嘅旅遊景點，例如吉靈曼山市場同埋聖洲橋。今次我哋 book 咗家庭房，有一張特大嘅雙人床同埋梳化床。房間嘅設計以橙色為主，梳化床嘅圖案偏向民族風，牆身有單車嘅圖案。窗出邊主要係樓景，勉強可以望到少少海景。廁所同埋浴室係一齊，空間比較細，只有企缸。洗手盆隔離放咗即棄嘅梳洗用品，例如牙膏、牙刷同埋棉花棒。廁所門後邊有鈎可以掛衫。茶水間有3樽水同埋熱水煲，水係用玻璃樽裝住。櫃桶入邊裝住茶包、咖啡粉同埋杯。一入門口就係酒店嘅1樓，有 lobby 食自助早餐嘅餐廳、小食店同埋梳化位。2樓同埋3樓就係會議室同埋 office， 而4樓就係健身室同埋游泳池，不過泳池就比較細。自助早餐嘅嘢食以西式為主，有沙律吧、麵包、蛋糕、pancake、粟米片，亦都有椰漿飯，可以自己畢配料同埋醬汁，不過就唔係素食。最埋邊有淥粉麵嘅檔口，素食嘅朋友可以淨係叫職員淥麵同埋菜，唔要湯。我自己就另外再加熱水落去。飲品有果汁、豆奶同埋咖啡機。總括嚟講，酒店嘅位置好方便，而且房間都算乾淨企理。今集嘅酒店開箱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條開箱片再見，拜拜。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嘅影片，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Like 同 share 呢條片俾更多朋友睇，仲有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。